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第一昨下晡有人家厝内歪窜，这是因为福隆路一栋新起的大楼建商咧挖这个地下室，意思是因为连续壁来破空漏水，结果造成隔壁两栋民体出现着歪窜的一个状况，是紧急来撤离着住户73个人。市长侯友宜早起一透早到场来看这个维修的状况，认定建商有疏失，命令建商来停工。住户嘛分做4个梯厝，登去厝内底摕私人的物品。讲去年都有人反映讲，这个厝内底壁倒破去，向市政府来反映，但是无后续。结果即摆是有路无厝是正无奈。若建商是紧急来灌浆，把这个厝付好正，而且讲会负责到底。两栋大楼两条条摊起边位空中的画面看落去，消防员出动救灾车向边仔的工地灌水。这是新北市三重埔福隆路昨暗发生工安意外。工地现场灌水灌甜甜，红门土车出入入，就是要来补连线壁的空隙，平行大楼架卡的水压。受影响的住户轮流入去提行李，因怨叹讲，去年厝内壁就有破损，向市府反映，上无2届刷拢无解决。都裂痕，对，那因为之前已经有反映过了。当初因为大直基泰的事件，我们有反映第2次。新竹市竹北天坑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刚好隔壁建案要拆除，我们有先反映。就伫咧昨昏下晡3点，隔壁的建商做工程挖地下室，发现11公尺深的所在连线壁破空漏水到隔壁大楼，土水受到影响，甚至是挖空，造成2栋大楼坍起。市府赶紧派员将周围的42户73个人撤离。就算即马灌水ful正，大楼之间也是有大大细细的空隙，互市长侯友宜真生气。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民损，当然是一定是个黑名单。我们不断的下令停工以外，未来如果他还有任何的建法，我们一定会全力的、严格的督促。法规在整个一个房屋倾斜度的一个极限是1/40啊，但是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肉眼来看得出来是有倾斜，但是有没有已经达到法规的一个倾斜容许的极限值，这个是必须由仪器去做量测才有办法去做比对跟判断。代志发生到今，建商已经2届出面会室的强调的负责收煞，不过结果的技术就强调，若是大楼的摊起率超过1/40，住户若是转去就有危险。目前摊起的情形已经控制，等到评估安全，就会入去到厝内检查。抢时间就是要让住户量早转去厝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